大家好，呢條影片就同大家講解翻我哋嚟緊2026年1月17號第6屆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之外創期樂，我哋嘅挑戰賽入邊嘅團隊賽嘅一啲大家需要注意嘅事項，係啦，咁呢一條片係關於呢一個挑戰賽入邊嘅團隊賽啦。咁首先講翻我哋呢一個活動嘅目的，最主要咧就想鼓勵跨代共融嘅，因為我哋呢一個比賽咧。除咗有唔同學校嘅年青人去參加呢一個比賽之外咧，我哋亦都需要佢哋係同長者一齊合作去完成呢一個機械車嘅賽事。咁所以咧，透過呢一個活動，我哋希望可以令到長幼共融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活動提倡啲長者可以透過玩樂，令到佢哋可以預防到認知障礙症嘅。咁我哋呢一個活動，大家記住個日期咧，就會係2026年1月17號，就會喺理工大學我哋入呢一個校園入邊舉行噶啦。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呢一啲係往年嘅比賽嘅片段啦。咁大家咧要留意翻咧，我哋大會咧就會將有關嘅比賽地點啦，就會send 俾大家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入邊嘅細則啦。好啦，咁我同大家簡介一下啦。我哋呢一個挑戰賽入邊嘅團隊賽咧，一共咧就分咗兩個唔同組別嘅，分別係小學組啦，同埋中學組兩個唔同嘅年齡組別。咁小學組無論你哋係參加 Microbit 定話係 LEGO 組別咧，都會係喺1月17號嘅上午時段咧，就會進行比賽嘅。而中學組嘅 Microbit 同埋 LEGO 嘅組別咧，就會喺1月17號嘅下午時段去進行比賽。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我哋咧，大會 send 俾大家，負責嘅老師，會有一個電郵啦，入邊咧就會註明大家嘅比賽時間啦，同埋係幾時要嚟到我哋理工大學嘅邊一個位置集合嘅。咁大家咧，之後咧就會可以喺我哋嘅大會嘅網站咧，會可以check 到呢一個嘅賽程表啦。咁呢一個咧就俾大家做參考嘅，就譬如好似 Microbit 小學組嘅團隊賽嘅一個即係一個賽程啦。咁你會見到咧，就可以揾翻自己間學校係屬於邊一個組別嘅。咁而呢一個組別咧，我哋先會進行小組賽啦，跟住再有晉級賽嘅。咁你會睇到咧，我哋大會嗰度嘅一啲資料咧，你就會見到咧，譬如唔同嘅學校咧，佢需要幾多點鐘喺邊一個場地嗰度咧會進行比賽。咁大家留意翻啦，揾翻自己所屬嘅學校啦，咁睇翻咧係屬於係邊一個地方，同埋係邊一個場地，乜嘢時間需要進行比賽啦。另外咧，就因為我哋呢一個咧係一個氣球嘅比賽嚟嘅，咁每一隊嘅參賽者咧，需要上指定嘅顏色嘅氣球啦。咁呢一個表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如果你間學校嘅名稱咧就喺呢一個粉紅色嘅位置咧，即係呢一場比賽你需要上紅色嘅氣球。而另外一隊咧，你會見到呢個底色係淺藍色嘅一個底色咧，咁即係話咧，你呢一個時段咧需要上藍色嘅氣球。咁你會見到咧，有啲學校咧，可能第一場嘅時候係上紅色氣球嘅，咁第二場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轉其他顏色嘅氣球。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留意翻我哋呢一個賽程表嘅一啲資料啦，咁樣。係啦，咁參賽大家都已經參賽咗噶啦，咁所以呢度咧我就唔特別同大家講啦。不過大家就要記住咧，你哋去進行呢一個團隊賽嘅時候，必定係由中學生或者小學生要配對一位或以上嘅60歲嘅長者，先至為之一個組別嘅。如果你哋嗰組咧只係得學校嘅學生咧，就唔能夠進行比賽，必須要有一位嘅長者陪同一齊玩呢一個比賽啦。咁大家可以頭先講過啦，
報名嘅老師咧就會收到我哋大會嘅電郵啦。咁你哋到時當日咧，你哋就按住比賽時間前1小時就嚟到理工大學嘅場地登記處嗰度登記你哋嘅組別啦。咁到時咧，我哋咧就會如果你係自己帶長者嚟咧，咁就唔需要配對長者嘅。但係如果咧，你哋之前填咗咧，係需要我哋幫大家安排長者嘅話咧，咁大家嚟到呢一個登記處咧，咁我哋咧就會幫你哋去揾翻你配對嗰位長者啦。另外就係、我哋咧會安排咗你大學生咧，就做大家嘅保姆嘅。咁知道大家咧未必熟悉理工大學嘅校園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咧每一個組別都會有一位嘅理工大學嘅學生啦，就會帶住大家咧去泵氣球啦，去登記啦，去做唔同嘅嘢啦，又或者比賽嘅時候咧，大家需要協助嘅時候咧。呢一位你大學生作為保姆咧，就會照顧你哋嗰組嘅同學仔嘅。係啦，咁跟住咧配對完你大學生同埋長者之後咧，咁登記處嘅同事咧就會派發比賽嘅氣球俾大家啦。咁比賽咧。你會見到咧，頭先譬如呢一度Microbit 小學組嘅賽程咧，你會見到咧，我哋係連續會打好多場比賽嘅喺小組賽入邊。咁所以咧，大家咧，當你攞到小組賽嘅氣球嘅時候咧，大家咧就可以盡快咧去預備泵好你嘅氣球啦。因為咧，可能你完成第一場賽事之後，咁就會即刻需要。進行第二場賽事嘅時候咧，你哋未必夠時間又走去泵氣球嗰個地方再泵氣球嘅，咁所以我建議大家1小時前嚟到登記處領取完比賽嘅氣球之後咧，你哋就去泵波啦。咁同一時間咧，你哋咧就會收到一張貼紙嘅。咁請大家咧都檢查下貼紙上邊寫咗大家嘅學校名嘅簡稱啦，咁有冇錯啦？同埋上邊咧有一個嘅比賽編號俾大家嘅，咁每一隊都會有一個編號，咁大家可以對翻咧，就係我哋大會send 俾大家嘅嗰個電郵入邊咧，都會有呢一個編號啦。另外，我哋大會放上網站嘅嗰個賽程表都有呢個編號嘅，咁大家可以對一對啦，係咪你自己嗰一組，即係嗰個學校簡稱同埋嗰個編號啦。咁另外咧，仲有咧會派發一個檢車紙俾大家嘅。咁因為咧，大家呢一個比賽咧，我哋需要特定嘅嗰個車仔嘅尺寸嘅。咁所以咧另外就係大家唔可以裝上一啲違規嘅零件啦。咁所以咧，大家喺比賽之前咧係需要檢查你嘅車仔嘅。要俾我哋大會嘅檢車區嘅同學仔咧去檢查大家嘅車仔，咁所以咧大家咧就需要喺登記處嗰度攞埋一張檢車紙啦，咁。之後咧攞齊晒呢一啲物資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喺比賽場地嘅嗰個檢車區嗰度咧，就將你所有需要比賽嘅車仔，如果你帶咗3架車仔嚟咧，就3架車仔需要檢查啦。如果你帶多1-2部後備車仔咧，全部都需要檢查嘅。咁檢查完之後咧，檢車員咧就會簽翻呢一張檢車紙俾大家。咁大家要 keep 住呢一張檢車紙，因為咧去到你第一場嘅小組賽嘅賽事嘅時候咧，裁判係需要收你呢一張嘅檢車紙，你先至可以開始比賽。係啦，咁跟住咧，你哋檢查完車仔咧，最後咧就係大家可以咧準備比賽用嘅氣球啦，就係用氣球機嚟泵波啦。咁你大學生保姆咧就會去陪住大家去做呢一樣嘢嘅。咁同一時間啦，喺呢一個
泵氣球嘅地方，亦都有其他嘅理工大學嘅學生咧，會協助同埋提醒大家咧點樣為之正確泵氣球嘅方法啦，同埋大細嘅。咁請大家特別留意啦，因為咧，如果你嘅氣球尺寸係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嘅話，係過細或者過大嘅話咧，我哋係唔准許大家去進行比賽嘅。咁因為咧，大家會睇翻你比賽嘅時間，譬如10:30咁樣，你哋就要開始比賽。而你放上去場地嗰個車仔上面嘅氣球，如果係太細嘅話咧，我哋咧裁判發現咗你哋係唔合規格嘅話咧，咁你哋有機會係冇得進行比賽嘅，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需要留心啦。你點樣去泵氣球啦？即係嗰個正確方法咧，大家咧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去睇翻呢一條片嘅，係啦。咁呢一條片會教大家點樣用個氣球機去泵氣球啦，同埋咧我哋喺氣球機隔離會有一個鐵圈嘅，就會教大家點樣去量度個氣球嘅大細係符合我哋嘅要求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喺事前準備咧就可以上去睇翻呢一個嘅影片啦。咁提一提大家，上年我哋喺呢一個團隊賽嘅比賽入邊咧，都試過有隊伍嘅氣球係唔合規格咧，係被裁判要求重新換上正確尺寸嘅氣球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啦，為免耽誤成個比賽啦，又或者為免咧因為你耽誤而被取消資格咧，希望大家咧有特別留意呢樣嘢啦。咁大家咧我頭先同大家講過咧，就係小組賽嘅氣球，大家可以泵定先咧。咁到時咧，負責照顧大家嘅理工大學保姆咧，佢會有一個紅白藍袋，會幫大家裝住啲氣球啦。咁如果大家有其他可以裝到氣球更加方便嘅一啲器皿咧，大家都可以帶嚟理工大學嗰度進行比賽嘅。好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團隊賽嘅嗰個比賽場地啦。咁就係一個2米乘2米一個瓦面帆布嘅質地咁樣嘅。咁大家就會見到咧，呢度咧就4條邊咧都會有一個圍欄啦。咁另外就中間咧其實咧呢度咧就會有4個 L 型嘅一啲圍欄，同埋正中間咧我哋都會放一塊 LEGO 板啦，就做一啲障礙物嘅。好啦，另外啦，頭先就講到會檢查車仔嘅規格啦，咁麻煩大家咧，喺你帶車嚟之前咧，自己都自行檢查一下你嗰個車合唔合乎我哋嘅要求，尤其是零件上邊啦。咁大家有冇即係根據呢一個數量啦，或者特定嘅一啲零件嘅要求去準備你嘅機械車啦？如果發現大家嘅車仔上面嘅零件係同我哋嘅規格係有出入嘅話咧，我哋有機會咧係需要大家重新改裝你架車咧，先可以進行比賽嘅。咁大家特別留意啦，車嘅大細咧就係一張 A4 紙長同闊啦，高度亦都係 A4 紙咧最長嘅高度嘅。咁大家咧呢一個尺寸咧就係需要咧，你登記或者檢車嘅時候，需要係呢一個尺寸啦。另外咧，你比賽開始嘅時候，放落地墊嘅時候咧，你係需要 keep 到呢一個尺寸嘅。咁有啲車仔咧係開車咗之後，可能會伸展一啲車嘅車身嘅部分咧，係可以嘅。咁所以大家咧檢車登記啦，同埋比賽開始嘅時候，你係符合呢一個要求就可以啦。咁大家特別留意咧，就係咧我哋咧大會有指定嘅氣球架嘅砌法啦，同埋攻擊武器嘅。咁大家如果你嘅氣球架係裝得錯咗嘅話咧，係唔可以進行比賽嘅。咁所以大家特別要留意，你有冇裝上一個合適嘅氣球架啦。咁個氣球架咧就係呢一個樣板嘅。咁大家應該會收到我哋即係大會咧指定嗰個氣球架嗰個樣板啦。咁你哋咧係
唔可以自己再改裝呢一個氣球架。呢一個氣球架咧，必須要喺車身最尾嘅部分。係啦，如果有一啲零件係再喺呢一個氣球架在後邊嘅車尾嘅位置咧，係唔容許嘅。呢一個氣球架必須要喺成架車最尾嘅部分，唔可以有嘢超越佢嘅。係啦，另外咧就係呢個氣球架平面嘅地方咧，距離地下嘅高度不能夠超過9cm。咁如果我哋發覺你裝啲氣球係高過9cm嘅話咧，我哋有機會會檢查你架車啦。如果係見到即係度完之後係發現係唔符合資格嘅話，我哋都係有機會去唔俾大家去進行比賽嘅。係啦，咁大家就可以睇翻呢度啦。咁另外就係啲氣球咧就可以穿過呢一個窿窿，即係個釘咧就穿過呢一個窿窿反過嚟，再用我哋提供嘅文件夾咧夾實個氣球就可以噶啦，係啦。好，咁呢一個咧就會係LEGO 嘅參賽者需要留意嘅地方啦。亦都係一啲零件嘅要求嚟嘅。咁車身嗰個尺寸咧，亦都係同 Microbit 嗰個要求係一模一樣噶啦。咁而我哋咧用嚟去篤爆人哋個氣球嘅武器咧，就會係用大頭針嘅。咁呢個大頭針咧，大家嚟到比賽嘅時候咧，裁判會分發俾大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用自己嘅大頭針或者自己帶嚟嘅武器啦。係啦，咁必定要用大會俾大家嘅武器咁樣。咁呢一個就係LEGO 組你哋個氣球架嗰個裝法啦，咁亦都係要特別留意咧，個高度不能夠超過9cm 嘅。好啦，而家咧我就同大家講一講一啲好重要嘅賽規，有啲乜嘢大家需要留意啦。咁我哋比賽嘅時間咧就係3分鐘，每場比賽就3分鐘啦。咁大家咧就會每邊派出3架車仔，就會進行比賽嘅。咁記得啦，中間呢一架必定係要長者操控嘅，而左右兩邊嘅車仔就由學校嘅學生去操縱嘅。咁大家唔可以同長者咧去調換嘅位置，中間嘅地方一定要係由長者操控，係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一點啦，就係咧嗰個即係開始嘅時候，車仔放嘅方向啦。咁我放大翻呢一張比賽地墊俾大家睇下啦。咁咧，你會見到咧呢個地墊上邊咧有一個黃色感嘆號嘅位置。咁大家咧架車仔放落去嘅時候，你跟翻感嘆號嘅方向放咧就正確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左右兩邊嘅車仔咧，其實係對住牆嘅中心嚟放嘅。佢一開始咧係會可能會撞到呢一個 L 型嗰個 LEGO 啦。咁佢需要可能轉彎先至可以行到過對面嘅咁樣，係啦。咁記得左右兩邊車仔，即係學生嘅車仔，係需要對住比賽場地嘅正中心，而中間長者嘅車仔就對住對面嗰一方啦，咁樣。好啦，咁大家咧唔可以用手推架機械車嘅，必須要用你嘅遙控器係坐喺度啦，去控制你嘅機械車嘅。而大家去攻擊人嘅武器咧，就必須要係用呢一個大頭針去攻擊對方車上面嘅氣球。咁如果有一個情況就係咧，學生操控即係左右兩邊呢一個學生車仔。你車上面嗰3個氣球全部被對方擊破晒嘅話咧，你架車係需要立即停駛嘅。咁就等工作人員咧就將你個機械車放出場外，就即係你唔可以再進行賽事噶啦，因為咧必須要你架車
仲有氣球，你先至可以繼續行駛嘅。如果你嘅車上邊三個氣球都俾人篤爆咗咧，你就要工作人員就會攞走你嘅車放出場外噶啦。咁至於長者咧就可以豁免嘅。如果長者嘅車仔你三個氣球都俾人篤爆咗嘅話咧，你仍然可以繼續去進行呢一個比賽，直至你嗰隊所有氣球都被擊破晒咧，就完結嘅賽事噶啦。好啦，咁咧喺3分鐘入邊咧要去分出勝負啦，咁樣。咁喺開咁每邊嘅車仔咧，你會見到我頭先都講過啦。每邊車仔咧，每架車就要裝上3個氣球啦，同埋一支大頭針作為攻擊武器嘅，唔可以再裝其他嘅物資咧，就作為攻擊武器啦。咁而氣球大家唔需要準備啦，因為咧呢啲咧就全部根據大會嘅安排去派發俾大家嘅，係啦。好啦，咁3分鐘之後咧，咁我哋就會睇下會唔會咧，即係3分鐘之內有其中一隊可以篤爆晒對方嘅氣球。咁如果咧喺3分鐘之內有一方可以篤爆晒對方嘅氣球咧，咁就會即時完結。咁就係仍然有氣球嗰一方就為之勝出啦。咁如果過咗3分鐘，比賽結束之後咧，咁我哋咧雙方仲有氣球嘅話咧，咁裁判咧就會點算每邊剩翻幾多個氣球，咁邊一邊剩翻氣球越多嘅話咧，就為之勝方。咁有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兩邊嘅氣球剩翻嘅數量係相同嘅話咧，我哋就會即刻進行即時死亡賽。即時死亡賽嘅意思咧，就係如果你嘅機械車仲有氣球嘅話咧，咁裁判咧就會將你個車仔放回原本開始嘅位置。咁如果你嘅車仔上面嘅氣球已經俾人篤爆咗，譬如好似長者嗰架車嘅氣球俾人篤爆晒咧，咁裁判咧就會將架車仔放出場外，就唔可以進行即時死亡賽啦。咁兩邊咧睇下咧，你哋邊啲車仲有氣球嘅話，就可以進行即時死亡賽。咁翻去原位之後咧，聽裁判嘅指示開始就可以去擊破對方嘅氣球。咁邊一邊最先可以篤到對方嘅氣球咧，就為之勝方啦。好啦，咁有啲嘢咧係大家要注意嘅，喺個比賽途中嘅時候會發生嘅一啲事情啦，咁樣。咁頭先都講過啦，咁如果學生操控嘅車仔，你三個氣球俾人篤爆咗之後，裁判就會將你架車即放出場外，你唔可以再繼續玩進行呢一個比賽。咁嗰陣時候咧，請大家所有參賽者，如果你架車係三個氣球俾人篤爆咗嘅話咧，請大家守規矩啦，即刻停止行駛你架車仔，以免發生任何不必要嘅意外發生嘅。咁頭先講過長者操控嘅車就豁免啦，就可以繼續進行啦。咁大家要記住就係裁判要你停止行駛，將你架車執走出去之前，如果你冇聽裁判嘅指示嘅話咧，裁判係有權係取消你整個隊伍嘅比賽資格，又或者作出嚴重嘅判決嘅。咁所以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如果你架車係俾人篤爆晒啲氣球嘅話，請大家守規矩，將你嘅手掣放喺地下，等裁判將你架車放出場外，以免有不必要嘅意外發生，又或者你哋嗰隊犯規嘅話，就會被取消資格噶啦。好啦，咁萬一裁判咧喺攞走你架車嘅時候，唔小心你嗰支針係篤爆咗敵方嘅氣球，又或者裁判叫你停啦，佢未攞走你架車嘅時候，你撳咗掣，你架車係篤到敵方嘅氣球，而嗰個氣球又爆咗嘅話咧，我哋
當呢一啲唔小心嘅情況咧，就係一啲無辜嘅情況嚟嘅。咁咧但係我哋冇時間可以幫敵方補翻個氣球，所以咧我哋只能夠喺比賽結束之後，喺計分紙上面加翻呢一個已經不小心被擊破嘅氣球數量啦。咁如果萬一參賽者你係需要停駛你架車，因為你三個氣球俾人篤爆咗，咁但係呢，你冇即時停咗，你唔小心篤爆咗自己隊友嘅氣球呢，呢一個情況我哋係不作補翻氣球，唔會再喺計分紙嗰度計翻呢一個氣球噶啦，係啦。咁另外啦，請大家特別留意你砌車嘅時候需要符合標準啦。頭先講過啦。氣球架係需要係喺你架車最尾嘅部分。咁如果你開咗車之後，你個機械車係有嘢伸展出嚟嘅，咁記得啦，呢一個伸展部分亦都唔可以超過氣球嘅中心點，否則咧就會被取消資格，係一個唔公平嘅車仔嘅規格嚟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呢一啲圖啦，可以俾到一啲指引，大家咧係點樣為之合格，點樣為之唔合格嘅。好啦，另外啦，我哋咧就會每組派發3張求救牌嘅，咁大家咧就可以隨便使用啦。任何一個隊友都可以使用個求救牌，但係每一隊只有3張啦。咁如果你哋係需要進行埋即時死亡賽嘅話，咁當你喺3分鐘嘅時候，你冇用晒呢啲求救牌咧，你即時死亡嘅時候都可以繼續用呢啲牌嘅。咁完晒嗰場賽事分出勝負之後咧，咁下一場比賽咧，咁裁判又會再俾翻呢一個求救牌大家嘅。咁喺啲咩情況大家可以進行求救呢？咁如果你架車一個車碌咗出場外，又或者咧被啲圍欄卡住超過5秒嘅話咧，大家就可以高舉求救牌，向裁判示意你需要求救，並清楚讀出車仔嘅號碼。因為咧喺開始嘅時候咧，裁判咧就會喺每架車仔嗰度貼上一啲號碼嘅係啦嘅 label 啦。咁大家咧就因為一隊有3架車仔，咁裁判唔知道你想佢救邊一架車仔，為免誤會嘅話，請大家高舉求救牌之後咧，就讀出你需要救嗰架車仔嘅號碼。如果大家想再清楚啲，就可以用手指指埋係邊一架車，咁就耐心等候工作人員嘅確認啦。咁經工作人員佢確認咗係非敵方戰術之後咧，工作人員咧就會將你架車按情況放翻喺場內或者恰當嘅位置嘅。咁如果你架車嘅所有車轆都跌晒出場外嘅話咧，咁點樣為之？即係我哋係以車輪嘅圓心越過邊界計算啦。大家可以參考呢一幅圖，係啦，點樣為之越過邊界啦？咁咧，如果兩個車轆都碌晒出場外嘅話咧，我哋咧就會當作大家咧係放棄比賽嘅。咁呢一架車咧，你就算高舉求救牌咧，裁判都唔會救翻入場噶啦。咁所以咧，當你個車轆一個卡住咗喺場外，一個喺場內嘅時候咧，請大家就要高舉求救牌去叫裁判救翻你啦。好啦，但係呢一個情況呢，如果長者嘅車係兩個車轆都碌咗出場外嘅話呢，你都可以用求救牌叫工作人員呢救翻佢嘅車嘅。呢一個長者係有豁免嘅，即係兩個轆碌晒出場外呢，係可以救翻佢嘅。不過有個規條呢，就係大家需要。呢一個即係長者架車碌咗出場外10秒內咧，就要高舉求救牌啦，就唔可以咧等太耐先至叫人求救。如果超過10秒咧，工作人員咧就可以選擇唔救大家嘅，就當大家放棄比賽噶啦。好啦，另外仲有一個情況啦，就係兩架車無論係敵方同你
嗰邊啦，又或者你哋自己隊友之間兩架車嘅零件因為碰撞而互相卡住咧，就令到兩架車嘗試前進後退都冇辦法自己鬆脱到，即係兩架仲黐埋一齊啦，冇辦法自行鬆脱啦，或者照正常可以大家甩得開，可以正常移動嘅話咧。咁任何一方都可以使用求救牌叫裁判去救你哋嘅，係啦。咁即係兩架車糾纏埋一齊卡住，又喐唔到，又鬆脱唔到嘅話咧，你可以高舉求救牌，讀出要救邊架車仔，裁判就可以去救大家啦。好啦，咁大家使用求救牌嘅時候咧，要特別注意啦。咁頭先都提過啦，你除咗要高舉求救牌之外咧，要等裁判睇到你高舉求救牌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記得即係要明顯啲做俾裁判睇啦，因為咧裁判咧喺場地上面要負責嘅嘢太多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想裁判盡快去處理你嘅個案嘅話咧，你需要喺當眼嘅位置，令到裁判見到你高舉你嘅求救牌，同埋大聲清晰地讀出要救車仔嘅號碼。另外就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工作人員去確認啦，因為裁判咧需要同時處理唔同嘅個案。如果大家都舉求救牌嘅時候咧，裁判可能需要逐一去處理嘅時候咧，所需要確認情況嘅時間都唔同嘅。我哋係按個別嘅情況去睇下裁判。需要幾多時間去確認個情況啦，需唔需要救啦？咁所以咧，我哋大會係冇指定規定裁判需要幾多秒內去確認情況，呢個大家要留意翻啦。咁所以咧，如果裁判需要長啲時間去確認嗰個個案嘅話咧，大家係不得上訴嘅。若果求救嘅過程入邊，譬如參賽者有一個車轆係碌咗出場外，佢係等緊裁判去救佢嘅時候，如果參賽者嘅機械車喺主動或者被動嘅情況，所有車轆都跌咗出去，或者呢個時候敵方走埋嚟將你啲氣球篤爆晒呢，我哋都會計算在內嘅，因為裁判去確認個案呢係需要時間，喺呢段時間所發生嘅事情呢，我哋都會計算在內，所以咧你哋係不得已議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車轆係碌咗出場外嘅話咧，請各位參賽者就唔好再亂撳你個遙控上邊嘅一啲掣啦。咁就耐心等待裁判過嚟幫你將車仔執翻去場內嘅位置，否則如果你哋唔小心，喺度等裁判去確認事件嘅時候，你唔小心撳掣，令到架車出咗場外，或者撞到其他人啲針，令到你嘅氣球篤爆咗咧，呢啲咧呢啲我哋裁判就未必會救到大家噶啦。好啦，另外就係頭先講過啦，攻擊武器必須要用大會提供嘅大頭針。咁如果發現咧你用嘅大頭針唔合規格咧，我哋咧可能會取消你哋嘅資格啦，又或者咧會要求你哋再重新換個啱嘅大頭針啦。嚴重嘅話，有機會可能會重賽或者被取消資格啦。咁另外咧，大會咧嚴格禁止所有參賽者用唔適當嘅方法或者添加一啲唔合適嘅材料或者工具啦，去干擾比賽嘅公平性。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亂咁去添加一啲嘅材料咧，去影響到即係成個比賽嘅公平性，或者影響到其他人啦。如果被發現嘅話，呢一個係超級嚴重不公平嘅情況嚟嘅。咁所以裁判係有權要求你拆除呢一啲附加嘅工具啦。
亦都會可能按住情況要求重賽，甚至乎最嚴重嘅就取消你哋比賽嘅資格㗎啦。好啦，如果咧喺比賽進行中啦，你架車仔有啲零件啦，或者發生故障啦，或者咧夾氣球夾得唔好咧，鬆脱咗嘅話咧，參賽者都唔能夠進入場內去執拾啦，或者係維修嘅，直至比賽結束為止。咁如果你嘅氣球係唔小心夾得唔好嘅，甩咗喺場內咧，我哋都唔能夠計算呢一個氣球。係即係你係持有呢一個氣球噶啦。咁亦都試過咧，有啲氣球係綁得唔好嘅，喺個比賽過程之中咧漏氣嘅。咁如果個氣球發生漏氣呢啲情況咧，我哋亦都唔會計算噶啦，因為咧大家係有責任咧喺比賽之前檢查清楚你架車所有零件係上好啦。另外氣球啦，同埋大頭針咧都係上好嘅，係啦。好啦，咁比賽進行入邊，大家唔可以走入去場內或者掂場內嘅嘢啦，否則咧就會被取消資格嘅。咁另外，如果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希望大家咧都互相尊重嘅。如果發現有啲參賽者係對其他參賽者啦、長者啦或者裁判咧係不禮貌啦，或者作出任何侮辱或者攻擊性嘅行為或者言語咧，我哋係裁判有權馬上要求你哋架車咧要原地停駛1分鐘，嚴重嘅，會馬上取消資格嘅。咁如果唔係參賽者，係你參賽者，即係你唔係揸緊車嘅，係你嗰隊嘅其他隊友企喺後邊，係做一啲侮辱性嘅行為或者言語咧，咁亦都裁判可以判你哋嗰隊是但一架車係停駛1分鐘，你哋係冇得選擇由裁判去判斷嘅。咁所以大家咧盡量咧就避免發生呢一啲情況啦。好啦，另外其他需要注意嘅守則咧，就係你哋必須要準時啦，喺指定時間嘅時候到達比賽嘅場地，同埋準備好合規格嘅機械車同埋氣球，以免耽誤任何嘅時間啦。亦都避免即係被取消資格咧，大家咧就要記得跟好規矩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唔好彩啦，遲到嚟比賽嘅話，又或者你架車咧係唔合乎資格，或者上錯咗顏色嘅氣球咧，我哋開始唔到嘅比賽咧，工作人員咧有權係取消你哋參賽某一個參賽者啦，即係部分嘅參賽者或者成隊嘅比賽資格嘅。係啦，另外咧，參賽者咧，如果咧你對裁判嘅判決可能會存在一啲懷疑或者不滿嘅話咧，咁就請大家咧自行將賽事錄影啦。咁如果你哋係有嘢想上訴嘅話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嗰一場比賽結束之後，向場地嗰個場地嘅裁判提出，並且出示你哋錄影咗嘅片段作為證據，俾裁判去判決嘅。咁就唔可以喺比賽未結束之前，喺比賽進行中咧去滋擾裁判嘅，即係你唔可以即刻即係未完成嘅賽事，喺度騷擾裁判咧，呢個係唔可以嘅。你哋係喺嗰場比賽完咗之後，要立即向裁判提出，並且出示呢一個你自己錄製嘅影片作為證據。咁如果你哋嗰一場比賽結束之後，你冇上訴，喺嗰場比賽結束完，再進行咗2場比賽之後，你先至去投訴嘅話咧，呢一個我哋叫做預時提出上訴咧，我哋係唔會理會噶啦。咁所以如果嗰一場比賽完結，你係有懷疑、有不滿嘅話，就要即時提出，係啦。咁如果咧，喺呢啲情況咧，我哋咧就會安排第三者咧，第三個裁判咧就作為一個公證人啦，就去睇下剛才即係呢一個上訴成唔成立嘅。如果發現咧，你哋嘅上訴係合理嘅，同比賽準則係有差異嘅話咧，大會有權咧要求雙方重賽，亦都會將剛剛唔公即係判錯嘅嗰一
個賽果咧就不作計算嘅。好啦，另外啦，都會有機會會發生咧，就係中間嗰架車係由長者操控嘅。咁如果過程入邊有一啲係有啲學生啦，或者非長者嘅人士去協助長者操控個遙控器嘅話咧，均屬違規嘅。咁違規最嚴重嘅結果就係大會有權取消你哋整個隊伍嘅比賽資格啦，或者作出其他判決嘅。好啦，規則就大概係咁多啦。咁我哋咧呢一個團隊賽咧，咁就有好多人參加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咧呢一個係最新每一個組別咧可以得到嘅獎項嘅名額有幾多啦。咁大家特別留意翻咧，我哋咧有呢一個機械車嘅設計大獎同埋遙控器嘅設計大獎嘅。咁呢一度咧就有過往一啲車仔嘅一啲作品啦，亦都有啲遙控器嘅作品俾大家參考嘅。咁咧都鼓勵咧各位學校咧，你哋咧既然咧都整咗架車仔同埋啲遙控器啦，咁大家咧無謂咧就嘥咗咧唔參加呢一個設計大獎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去參加嘅話咧，請大家喺2026年1月12號星期一或以前咧，大家就將你嘅作品咧就放上我哋嘅網站嗰度，咁我哋咧就會甄選啦，然之後咧喺2026年1月17號咧就會頒發獎項噶啦。好啦，如果大家咧有咩唔清楚、有咩懷疑嘅時候咧，大家可以聯絡我哋理工大學嘅團隊啦，咁我哋就會盡快覆到大家噶啦。